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阮庄的庙咧闹热，我呢人还袂惊我去，就先听到女主角伫咧唱口调啊。歌戏的舞台顶，女主角踮伫遐伫咧怨心切命。即句来去4字的成语，咱来甲分析，来甲小听一下。怨甲切拢同事，啊若心命2字排做伙解说。解文说理，咱捌探讨过，就是体质。染心命，就是讲吼，这身体真歹，牺牲染底啦。啊，若带心命，就是出事，都已经有迄款症头啦。啊，毋过淡遮怨心切命，爱解说，怨叹命运。开始哦，沿路唱，沿路哭，台南哭，艋舺哭，一条搁一条的口条啊，就念出来，就来怨叹家己的身世，想我选梅，甲相邻2个。有翁某命，无翁某囝，查某干爱玉，替生一个后生上路。想在今仔日去到学校，听到同学乌白讲，竟然转来甲老母吼，好安怎？讲我未生未父嫁囝婿父。雪梅伫咧舞台顶，歌念话语伫咧讲，口白讲甲是天然口泪。朋友啊，原来台语的成语呢？天然口泪，咱来甲分拆一下。天口这种动词，第1字甲第3字，啊，天然意思就已经表示出来。口泪后壁2字当然就是咧加强咯。拄我甲怨心切命共款，台湾人硬甲斗一个4字的成语，就是互咱较好记。所以天然口泪，讲阮囝直接甲我吼，讲我毋是伊的亲生老母，毋通甲嫁，无迄个资格，无迄个条件甲嫁。我今仔日绝对要甲嫁，互伊一摆就惊，亲地当白，看影放后世者。朋友，台顶女主角咧讲即个口碑，亲地当白，原来老辈有咧讲的成语呢。亲地当白，亲甲当，第1字甲第3字拢形容词，地甲白拢是动词，地互亲，白互当，解说落去咱就知。咱就知影讲嫁囝就爱一摆，互伊就会惊。所以亲地当白后壁斗一句，看样放后世者。民间流传世界有在听的俗语话，拢台语4字的成语，拢2字排做伙对比。雪梅教主即出头，各种甲你互相探讨，用歌戏来做话题，就你研究台语的艺术。